诈骗的出头真多，嘛对时代咧变。那听人讲，这稳赚未了的投资，就要注意百面是诈骗，甚至有歹徒会用 AI 画面的技术共骗钱。提醒乡亲要投资进前，一定爱查证，才袂小贪两家人。科技进步 ，AI 深度伪造技术，甲帮第三投资变做流行的诈骗方式。顶个月，南投警方就接到一件报案，民众咧明册看到宣称稳赚未了钱的投资，加一来群组了后，对方爱伊下载投资 APP， 佮介绍中人替伊用厝贷款200万块，去买飞机汇币，后来发现一切拢是骗局。诱导加入一个投资的群组，那这个投资群组啊，就马上问讲吼，你有什么财产哦，会当摕来投资吼，就甲伊的吼房地产啊，本来就有贷款啦，过去吼二胎的贷款吼，借200万出来吼，佮摕互这诈骗集团吼。警方表示，若听到不动产介绍比行情更较低，一定要查证地主厝主的身份证、甲权证等等。另外，若有熟识的人敲视讯电话要借钱，会用得请伊摇头看面敢会无去，卖当用双方拢知影的代志来确认是毋是本人。比如说，他的市价可能是一坪要50万，突然他卖给你20万、30万。这个7个字是一点机会都没有，然后最好是到最后是确定他的身份之后，他才有办法去代表这个不动产的主人，能够跟你谈买卖。根据警方统计，南投县今年7月份受理诈欺件数有269件，财损9516万块，其中假投资诈骗就有50件，占上侪。另外是假网络拍卖，甲假赢交朋友骗人投资。南投警方呼吁民众拄到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，也是110报案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